今日我哋要睇一種，可能係我哋廣東南方地區可以見到嘅會織網嘅蜘蛛入邊最大嘅一種，佢就叫做班諾神父。佢嘅名嚟自日本神話裏邊嘅蜘蛛精，但我更覺得佢似我哋《西遊記》裏邊蜘蛛精嘅形象。大家覺得點睇啊？嗱，蜘蛛肯定係有8隻腳嘅，每一對腳都有唔同嘅作用噶噃。而佢嘅第一對係用嚟懸掛啦，第二對係用嚟測距嘅，第三對用嚟固定距離，第4對就用嚟織網噶啦。睇下佢織網嘅過程係咪心靈手巧呢？好啦，呢個就係今次比較簡單嘅故事，記得關注我，帶你去探索神奇嘅大自然。如果近近地想去見到佢哋呢，就去佛山嘅雲湧森林公園啦，你會有好多嘅發現啊！